到时候你想赎他的话，那至少1000两了。走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没钱赎人，能不能换人？换人？什么意思啊？用我换他。我这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呀，我差点走了眼了我。没想到你也是个厨啊，还是一个比莲香更美貌的厨。好，你要换他是吧？我答应你。你是女的，姐姐你还是走吧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别说话，莲香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我们走吧。你这个人呀，太神秘了，我可得小心一点。这万一你中途要是跑了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放他，不过是在你帮我选了花魁之后，我再放了他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走吧，换装去。看好他，走。姐姐，来呀！刚刚易欢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，也没什么别的路了，肯定是进这万花楼了。主子，今天晚上奴才要带你去这种地方，那老祖宗知道了，非打奴才一顿不可。此事你不说我不说，老祖宗怎么会知道呢？可是行了，别啰嗦，进去。哎呀，是，守着点啊，别动啊，都在这好好等着。走。丫头，你真的是仙女下凡呐！啊，这比去年的花魁呀还美上1倍呢！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一定要给妈妈讲理，一定要把12花楼的花魁给我拿下来。但是妈妈，我能不能先把脑袋上这花给摘了？这花太多了，我带着难受。不行。那个黄姑娘，只有这身衣服啊，跟这个头饰啊，它最配你嘛。走，其他候选人都到了，就差你了，快点！到你了，就差你了。